就算自己冇得食，佢都執晒啲嘢食俾呢個新聞報導員，我覺得呢個好感動嘅。即係話，譬如就算係唔同地區、唔同嘅人，我哋大家都係一個流住中國人嘅血，所以我喺度希望四川嘅人可以堅強落去。唔知佢哋收唔收到啦？但係可唔可以俾多次掌聲我哋四川嘅居民？唔該。我相信呢位同學心聲，佢哋一定會收到嘅。咁其實喺最近嚟講咧，我哋嘅行政長官何厚鏵亦都呼籲大家要積極支援災區嘅一個重建。我哋同大家睇下佢講啲乜嘢。我相信澳門市民咧都會按照特區政府所頒布嘅一啲官方嘅方式之外，就係國旗同區旗咧，連續3日都會下半旗取消一切公開嘅娛樂慶祝嘅活動。當然喺一國兩制嘅情況底下，大家我相信對四川今次嘅死難同胞咧，都係會非常悲痛嘅。我諗每一個市民咧都會係以自己嘅方式，等於係損失咗親人，係咁樣嘅心情同埋方式咧，佢嚟到進行哀悼。好，第二咧，我再次係向大家呼籲一下，我知道所有同事咧都透過不同嘅方式，係對四川嘅受咗災嘅同胞咧進行咗捐輸希望大家咧能夠係繼續透過不同嘅方式，自己用恰當嘅方式咧係嚟到繼續慷慨咁嚟捐輸咧，係令到呢啲受災嘅同胞咧能夠解決佢哋嘅困苦，重建家園。我講嘅人咁多。本澳嘅多個嘅民間團體亦都發揮佢哋強大動員力量組織賑災活動，一筆筆善款同埋一批批物資咧，亦都係咧透過唔同嘅途徑嚟送到災區。我哋同大家一齊回顧下近期嘅賑災活動。5.12四川汶川地震發生以嚟，本澳各界大大小小嘅社團同企業紛紛自發募集捐款，希望幫助到災區人民盡一點心意。籌款當然越多越好，但係本澳全體子民對內地同胞嘅關心係冇辦法衡量㗎。多個民間社團喺街上面落力勸捐。希望澳門人捐多啲錢，唔同國家嘅人都捐多啲錢，幫助佢哋咯。都好唔開心，聽到睇電視都會流眼淚咯。係啊，我都盡自己一分力，都幫少少啦，能力做到嘅。其實所有捐錢嘅渠道咧，我都自己都會支持因為實際上真係即係身為大家都係中國人同胞咧，真係應該要咁做。另外就舉辦步行籌款活動，超過2300名市民參加，唔少都一家大細嚟支持。教育下一代，等佢哋可以知道咧，如果自己有能力都應該要幫人咯，所以假日都可以攞啲時間出嚟幫下，出錢出嚟咁樣去捐緊俾好多人。你覺得點啊？好慘啊！另外亦都有企業義賣。唔同宗教團體亦都身體力行，為汶川災民祈福祈禱。用唔同嘅方式嚟到支持同祝福佢哋。特區政府帶頭捐款1億元人民幣，而澳門基金會同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亦都撥款合共2000多萬元賑災。嚟中聯辦同紅十字會亦都紛紛收到各界人士嘅捐款。我喺度工作咗6年幾，今日碰到呢種災害嘅情況就好多啦。咁啊，次次都係澳門同胞呢方面表現得非常之充分，反應又快，而且好慷慨解囊。希望大家幫手咯。想喊，唔好問我，我真係想喊。點解心情會咁激動？其實入邊除咗學生，還有係好多其他啲人。紅十字會利用款項採購糧食、藥物同帳篷等嘅基本生活用品，
本澳首批約13噸嘅救援物資已經運送到地震重災區之一雅安市。都係希望能夠有大部分呢係用呢個現金嘅形式咧，咁就去睇睇需要咩採購啲咩嘢。咁有部分可能咧都係日後嘅重建用嘅。紅十字會又話，希望盡快籌集到另一批物資，再送往災區。咁講到捐款啦，好多勞工界朋友雖然係打工仔啊，可能薪金真係唔多，咁但係都好慷慨地咧，將佢哋薪金相當一部分咧係捐助到俾災區災民。咁而我哋一位嘅主持咧係方念生，而家就喺工聯會嘅會長何雪卿女士身邊嘅，交俾方念生。係，咁唔該晒葉國華。咁我身邊呢就係工聯嘅何雪卿會長。咁近期嘅咁大嘅四川嘅地震災害啦，喺工聯嗰方面有啲咩活動，同埋將來會有啲咩工作，或者請你呼籲一下呢？有咩？今次四川發生呢個地震呢，確實嗰個災情非常之嚴重。雖然四川同我哋澳門相隔千里，但可以講呢個災難，我哋從傳媒好快咁樣知道嗰個災情。亦今次嗰個傳媒係非常之開放透明，亦使到我哋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災情。咁所以可以講，我哋澳門各業職工嗰個心係同四川嘅災民係連埋一齊。我哋工聯總會亦知道呢個災情咁嚴重之後呢，馬上亦召開咗緊急嘅會議，去商量我哋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哋各業嘅工會嘅負責人同埋我哋機構嘅負責人都喺處思考，我哋做到啲乜嘢。咁因為我哋都知道我哋係打工仔，我哋點樣做？但我哋有一個信念就係我哋應該各盡自己嘅所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咁所以我哋都用咗個比較多嘅渠道，一個就係首先通過我哋自身工聯屬下嘅機構同埋屬會嘅聯繫網絡，就係話對我哋嘅會員、我哋嘅家屬、我哋嘅行友進行呢個籌款去募捐。咁另外一個呢，我哋就係通過一個街頭嘅我哋用咗個星期六，咁就喺街頭呢擺咗一啲點，咁呢就去募捐。咁但係喺呢個募捐過程呢，我哋確實睇到好多好感人嘅一啲事例。例如我自己真係親眼睇到一個執紙皮嘅伯伯，佢推住一架紙皮車，佢行到我哋嗰個慈善即係籌款箱裏邊，佢就遞咗100蚊俾我哋嘅義工去擺落嗰個籌款箱。我覺得係睇到今次喺呢個籌款裏邊呢，係各個階層，我相信各個階層都動員起上嚟。咁呢個係非常之係令我哋感動嘅。咁我哋喺籌款裏邊呢，除咗一個係上街籌款之外呢，咁我哋亦準備落嚟嘅有義賣啦。咁我哋聽日呢，喺我哋嘅廚藝培訓中心呢，就會有一個義賣，咁就係由中午11點鐘呢，就會至到夜晚6點啦。咁另外喺星期六晚呢，我哋仲喺工人球場呢，就係有一個青年嘅音樂晚會，咁都係籌款嘅。咁即係話我哋盡我哋所能喺各渠道裏邊，希望都籌集呢個善款。因為到此時此刻，我哋可能睇到嗰個災情係相對穩定咗落嚟，或者喺救人方面，或者係一個階段。但我哋知道，我哋而家係仲有上千萬受災嘅人，佢哋嘅衣食住行，佢哋方方面面仲需要去救助、去支援。所以，我覺得我哋喺無論籌集善款也好、物資也好，仍需要我哋繼續伸出援手。咁喺呢度，我都好希望我哋各業嘅職工，我哋澳門嘅市民，繼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伸出援手，讓我哋四川嘅同胞渡過呢個難關，建設佢哋美好嘅將來。